今日辛苦啦，置身在異鄉努力生存嘅你，停止折磨自己嘅3個心理學練習。你有冇試過呢種感覺？明明今日放假，或者冇做過啲咩體力勞動，但一到夜晚就覺得成個人好似俾人抽乾咗咁，連起手玩手機嘅力都冇。如果你成日覺得莫名其妙咁嚟，好大機會你唔係身體病咗，而係心入邊陷入咗精神內耗。特別係喺英國生活，好多嘢都要重新適應。你係咪會成日喺腦入邊重播今日發生過嘅事？例如頭先超市個 staff 嗰句嘢，係咪歧視我？聽日個 presentation 要係講英文講得唔好，同事會點睇我？呢啲無止境嘅諗多咗，其實就好似喺你個大腦後台開咗幾百個冇用嘅 app， 喺你唔發覺嘅時候，慢慢耗盡你嘅能量。要停止呢種慢性自殺式嘅疲累，我哋一齊試下呢3個練習。第一，課題分離。簡單嚟講，你點樣做係你嘅事，人哋點樣睇你係人哋嘅事，你控制唔到人哋嘅腦，咁點解要用人哋嘅腦嚟折磨自己？第二，5分鐘行動法。驚件事做得唔好，唔好諗，直接做5分鐘。好多時焦慮係嚟自想像，而唔係事情本身。第三，同自己講聲辛苦啦。2026年啦，我哋學識咗斷捨離屋企嘅雜物，但最需要斷捨離嘅，其實係你對自己過高嘅要求。記住，你唔需要每一件事都做到100分，做到60分已經好叻。喺呢個世界生存已經好唔容易，請對自己溫柔啲。今日辛苦啦，聽完呢段話，今晚早啲休息。如果覺得呢條片幫到你，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俾嗰個同樣好努力嘅朋友。我係 Well Done Today， 練習成長，等未來嘅你，感謝今日嘅自己。我哋下條片見。